米諾地爾驚天騙局，3就要話你知，你搽緊嘅唔係生髮水，而係無囊興奮劑。北京協和醫院2025最新嘅報告，米諾地爾對亞洲人嘅登出有效率只有62%，即係話每3個人就有1個用咗1年，有痕有粒，捱咗個狂血期，最後頭髮一條都冇多過。點解？因為亞洲人嘅頭皮根本食唔到呢隻藥，關鍵就係黃基轉移酶，呢個酶就係米諾地爾嘅開關掣，但係35%嘅亞洲人頭皮嚴重缺乏呢種酶，結果你每日搽嘅藥頭皮一滴都吸收唔到，全部變晒廢水。所謂嘅抗脫期係重生嘅先兆，又係最大嘅謊言。抗脫期其實係藥物無差別咁加速所有毛囊嘅代謝，健康嘅毛囊都可能會被誤殺。有30%嘅人因為甩太勁而停藥，導致毛囊嘅生長週期永久性混亂，頭髮從此一蹶不振。抗脫期之後，毛囊嘅真正再生率唔夠40%，多數人只係白白咁捱呢3個月嘅脫髮惡夢。更加恐怖係停藥之後嘅後果。米諾地爾只係毛囊嘅興奮劑，一旦停藥，頭髮就會連本帶利咁一次過甩翻晒。停藥之後3到6個月，復脫率高達80%，脫髮嘅數量比用藥之前再多咗40%，因為毛囊一早就已經冇咗自主嘅生存能力。如果有搽緊米諾嘅，今晚即刻返去睇下成分。如果含有丙二醇嘅話，而你個頭皮又痕又紅嘅話，代表你嘅毛囊喺度慢性發熱。生髮唔係賭博，你要嘅係根治方案，唔係慢性毒藥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，下集我哋講下生髮嘅偏方。